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宇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，係大埔麗和閣。麗和閣位於太和嘅翠和里，單位總數有232伙，實用面積分別由410尺到430尺，發展商係和黃。屋苑交通方便，近太和港鐵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、銀行同埋大型商場。小學校網係84，中學校網係大埔區。而家介紹呢個單位係中層，實用面積439尺，2個房。事不宜遲啦，我而家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租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業主提供咗煤氣爐、抽油煙機同埋一部冷氣雪櫃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大廳係長方形，左右廳涇渭分明。大廳提供咗一部分體式冷氣機，一張梳化，電視機同埋一個電視機櫃。大廳窗對外係開揚嘅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。洗手間有窗，係明廁，提供咗有浴室寶、煤氣嘅熱水爐，原本浴缸改咗為企缸。另外提供咗一部洗衣機。我哋喺呢個單位嘅客房，業主提供咗一部冷氣機、一張3尺半嘅木床，同埋一個大型嘅衣櫃。我哋睇呢個單位嘅帳房，帳房係採取有一部冷氣機，有壓床，廳窗開揚。如果邊位朋友對呢個筍嘅放租盤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宇田地產。世紀21宇田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